大罢免结束，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党团书记长陈佩如用请辞宣布放下职务。总统赖清德表示要调整内阁，为流行政院长卓荣泰新人事上见明仔载公布名单。天母卖港供店台北大道有一个查甫人家己便店玻璃门斩破，佮乌白攻击人家车。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曹有欣。大罢免结束，一案都无过。另外来报是一直化工会检讨，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今日是讲袂继续做，主张党团干部爱停做。也党团书记长陈佩如嘛宣布放下职务。那赢这边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讲要到任是点名台中市长罗秀燕来接班，也罗秀燕伫今仔日已经拒绝。人民的身心，身为总统，我一定会诚心倾听，铭记在心。7日623两波罢免案失败了后，执政党细化检讨，不过赖清德无失去民进党主席，都用太阳留任。赖道体制无动摇之下，被看作是大罢免发起人的立法院党团总调关敬明将做大家公共目标。尤其立法院新会期即要开议，有立委认为党团运作一定要调整。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临时首先表示，未续任干事长，主张党团干部重组。也党团书记长陈佩如也宣布随下下职务。对于整个罢免的工作，或者是整个党团工作的进行，我们都认为，干部重组或者是加入不同的战力大家做一些不同战斗位置的调整跟分配，跟更多社会民众沟通，我都认为是有加分的。也国民党这边处理两波胜利了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话讲要交予台中市长罗秀燕，原本想要水开落台，不过罗市长却是表示，正是台中经济上困难的时阵，无参选党魁意愿。这一场的经济危机当中呢，中部地区是首当其冲，妈妈会留在家，这是我的承诺，我会说到做到。非常感谢他的看重。不过，国民党是一个民主的政党，民主的大党，所以党主席的职位不宜指定参选。罗秀燕明确拒绝，不过国民党内部也出现无同的声音，呼吁在党内代理也是去协调出适合的人选，以便和基层来交织。此时此刻，我们不应该为难任何一位。那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就回归制度，大家共同为党务找出路，也找出未来的好人才？现在的公民数大家都认为是卢秀燕嘛，我想为党为国，他们都应该让卢市长挑起这个重担嘛。虽然肯定朱主席的辛劳，不过李乾隆认为，为着国民党伫2026胜选，并且伫2028中会执政，支持罗秀燕的无放弃，可肯国民党这阵上共同认同的人选。记者综合报道。后昨公投甲罢免的结果出来，总统赖清德出面回应讲，会来检讨，会来调整内阁。伊讲行政院长卓荣泰是请示真济届，伊已经甲伊慰留落来。也若新的内阁，这个人事上紧伫明仔载会来公布名单。对于施政不足之处，执政团队会时时深自检讨，也必须调整改变。8月23公投甲罢免结束，总统赖清德亲身担位回应，证实会调整内阁，并且表示已经慰留真济届请示的行政院长卓荣泰。根据了解，反映高层过去1礼拜密集讨论各院的名单，上紧2公布。能够妥善因应新的情势，然后新的团队、新的队形。能够更有力量，能够来解决问题。今晚传出经济部长郭志辉离职了后的课，是由行政院秘书长景明欣接手，总统府副秘书长张顺涵转任行政院秘书长，卫福部长邱泰源、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可能变动，也包含内政部长刘世芳、交通部长陈世凯、环境部长彭启明、金管会主委彭金良等等会留任，但是在野党批评相关的人事布局无新的想法，也无诚意。这次内阁小幅的改组，还是在小圈圈里面用人？为此大风吹，守成有余，亮点不足，完全看不出来对选民的谦卑，对施政的检讨，跟人民的期待仍旧有一段很大的差距。你说法务部、教育部，你们还是未留，刘世芳随便乱讲话，这些都不适当的。这次政府的改组，我是不看好，也不寄厚望啊。大罢免虽然是公民团体所发起的，
但是执政的成效也仍然一定会影响到选民投票的意向。所以呢，民进党必须在未来回应民意的期待。民进党立委坦白讲，唔那来个还有新的气势，伫党部甲党团也应该改革，才当回应民意的期待。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是安怎来了事？台北大同今日早起有一个查甫人讲，因为起摩拜的沿路站里便店的玻璃门，甲站破乌白攻击人甲车，搁去供店。好，就算起摩拜嘛，袂当乌白来。今嘛警察是甲这个查甫人抓起来，依法上班。报警啊！早餐店门口响响真大声，竟然行到看向门口，响响一个穿红衫的查甫人冲来店内。这查甫人甲门口物件拢掀倒，伊佫甲人客早顿拢扫落涂骹。伊的破坏行为毋若安尼，要人伫大路对面翕到伊沿路入街路人，也甲早餐店的顶啊骹倒伊也拢掀倒，甚至甲路边的机车佮脚踏车杀向大路，送来大模大样离开。早上就是有人就在那里拿东西那边互打，然后在那边互挥，警察来，然后把机车移位，然后就被架走。附近的民众拢互这情形惊一个，原来这个是一个随机攻击的事件。代志是发生伫24早时8点，这查甫人沿台北市大同区的塔城街沿路破坏袂少物件，也攻击街路人，造成对方头壳小可红肿，更加伫进前甲超商玻璃门踢破去。警方在早上8点获报有超商遭到破坏，到场只剩下破碎的玻璃门，人已经离开现场。随后沿路展开搜索，于周边发现无前后，待反所管束及厘清案情。这查甫人到案了，讲是因为洗超商的时阵，误以为店内其他民众嘛家己，所以心情无好。不过伊的行为已经造成袂少的惊吓，事后了，伊照社会特殊维护法，也佫刑法毁损罪嫌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公园，民众讲袂使食薰，就是有人要来违反规定。家己昨有一个查甫人伫咧公园囡仔佚佗的所在剥薰，有家长看到是家己啃，所以这个查甫人扇喙皮，佮用安全帽甲人啃。今嘛警察是甲这个查甫人依法上班，也卫生局嘛要针对伊违规食薰甲罚钱。穿黑色顶衫查甫人对穿卡其色短裤的家长扇喙皮，也摕安全帽拍对方，互这个家长起家一直话讲要报警察。跟他说啊，你要抽烟，那你这边很多小朋友，请你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吗？然后没多久他就开始来跟我口角，然后到最后就开始动手动脚。然后拿安全帽打我。这姓王的家长讲，伊23带囡仔到家己市，原来到公园佚佗，看到穿黑衫的姓朱的查甫人伫囡仔佚佗区食薰，甲伊讲去较远的所在食，继续互伊骂甲拍。警方接报了后，赶紧到现场阻止冲突，并且甲这姓朱的查甫人送回警察局。动手殴打被害人，并说不要让我知道你住在哪里等你。被害人提出相关告诉，朱姓涉案人依刑法伤害恐吓案，已请台湾嘉义地方法院检察署侦办。华乐高公园是卫生局大公告禁止食薰的公园绿地场所，全区禁止食薰消息伫网络传出了后，为少当地人接受，公园店内有人公开伫遐食薰。记者李时也伫现场看到有人食薰。你在一堆小朋友那边抽烟，谁看到谁都蛮生气。但为什么小朋友要吸你的二手烟？刚刚是直接把小孩带走。市民认为，伫禁止食薰的公园，特别是囡仔佚佗的所在食薰是真唔好的。卫生局回应会依照薰害防治法，对涉事的查甫人裁罚2000到1万不等罚款，也会派人到公园巡查，加强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消息，南韩总统李在明伫咧6月上任了后，是第2摆来出访，甲日本的首相石破茂会谈，发表联合声明。所来李在明要出访美国，也这是日本、韩国建交以来伫美、日、韩3国的合作关系当中，第一个先访问日本，搁再去美国的韩国总统。上任2个多月，韩国总统李在明坐专机伫23访问日本，并且甲日本首相赵朴博伫官邸会谈。原来这是日本甲韩国对1965年建交以来，伫美国、日本、韩国3国的合作关系当中，第一位先访问日本，再搁访问美国的韩国总统。另外，李在明毋但伫韩国的光复节，也就是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时，讲日本是南韩经济成长真要紧的伙伴，也选择伫纪念日无偌久了后出访日本。外界解读李在明是为着现实的考虑，因为日本甲韩国拢当咧处理甲美国微妙的关系。也有专家讲，李在明想要伫甲川普举行领袖会议
进前先了解日本甲美国关税谈判的经验。 오늘을 계기로 양국 정상 간 셔틀 외교도 재개되었습니다. 이는 민주 대한민국의 복귀 이후 한일 관계가 조속히 정상 궤도에 올랐음을 보여주는 것입니다. 日本甲韩国的会谈一开始先分别派几位代表，了后佮举行扩大会谈，办局的2点钟比原底规划佮较长。也那让17党的日韩领袖联合声明，日本首相就破无也讲，两国的战略环境佮较复杂，也因为安尼，互日本甲韩国甚至是美国、日本、韓国的关系愈来愈親。の間では幅広い交流が 着実に積み重ねられております。同時に隣国であるがゆえに難しい問題も存在しておりますが、一貫した政策を取ってまいります。 李在明的声明当中，搁再重新强调对朝鲜半岛的和平承诺唔变。不过，伫即阵北韩的官媒中央通讯社也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第23去看2粒新型防空飞弹的试射，也讲新的飞弹武器系统对无人机甲飞弹等等的目标有真出众的作战能力。只是伫报道当中无讲到飞弹的细节甲试射的地点。公司新闻新路陪编译。 全世界因为极端气候所引起的灾害是愈来愈严重。来看非洲这边，几内亚因为透梅落大雨造成水崩山，至少16个人死亡。也西班牙因为热流性高温，火烧山烧2礼拜，到今仔才甲火势控制掉，也这造成4个人死亡。 尸体互人讲出来，救援人员继续伫放弃的厝内底，看敢阁有人活咧。西非国家几内亚因为透梅上大雨，熊熊崩山，大量的土石放落来，甲附近的砖头、计共20口罩全部抬起来，真侪居民袂赴逃走，造成至少16人死亡，10人重伤。 Ini rawan ko ke bobo menda yo. No maya ni la. Bobo meng ardo kodu. 今年的5月到10月是几内亚的雨季，因为当地排水系统无周治，只要落雨，居民就面对崩山、土石流的威胁。几内亚总理表示，死去的人实在伤济，会尽全力搜救。另外一方面，受到热浪的影响，西班牙各地计共13个树林火烧，已经烧2礼拜。 根据欧洲森林火灾资讯系统统计，超过40万公顷的土地拢乌有去，这是自2006年以来，火野火算当的上快的土地面积。原来这波野火已经造成4人死亡，一直到23，当地政府宣布，这场灾害已经差不多拢有掌握。 Estamos hablando de 160 kilómetros de perímetro y tiene mucho trabajo por delante. Esto nos costará días, incluso me atrevería a decirte que semanas, para rematar completamente este incendio. 根据了解，这几天西班牙大约有3400位陆军甲50架的飞行机伫全国咧拍火，另外包含捷克、芬兰、法国、德国甲荷兰等等的国家也出动数百名的消防人员、消防车甲飞行机来协助救灾。高市新闻新路陪编译。 热情高温的，阁有咱台湾，普遍是伫咧32度到36度，今日三级上界热，热到39度1。因为过道这个对流真厉害，天气就真无稳定。台南安定县化到来到冰角，也中度风台减去，即嘛是对海南岛甲越南迄个细沙顶东，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霜啊，甲雨一直都讲着车偏偏平平。 24、5号热对流影响，台南、高雄甲屏东是上大雨，台南安定、县化甚至是落这霜啊甲雨。不过北部地区敢若是烘炉共款，就连室内风拢是烧的。大台北上高温差不多拢伫37度以上，三峡更加测到39.1度。气象署提醒，伫偏东风、阵降明显的情况下，这2天也是爱注意这个高温的情形。偏东风比较偏强，容易出现在高温的区域，也会往 平地市区推哦，所以在中南部的这种平地地区，也都不排除有机会来到35甚至到36度的高温。未来1礼拜天气继续稳定，不过中昼前后，这个日头依然是真大，出外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为好报统计，今年7月到8月2日，全台已经有1068人次因为热伤害就医，也是爱真注意。因为这个中度风台减鱼，就正向海南岛甲越南一带移动，对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 以未来的路径来看的话，还是持续的向西，将会通过海南岛南边的海域，再进入到中南半岛越南这一带哦，所以对台湾来讲的话是没有影响的哦。
未来几天除了高温水汽会增加，26开始东部、东南部甲恒春半岛开始出现局部短暂阵雨，贵人北海岸、东北部甲大台北山区也可能有一个散散的落雨，其他所在是以水分好天为主。不过中昼过了后，桃园以南又爱注意这个局部的雷阵雨。记者综合报道。好，天气无稳定，出门在外真正爱洗二丛。有民众驶3台利布去南投万大溪买料溪，结果其中一只车掉伫咧溪流当中，驾驶一个落车怎无去？找到的时阵的人已经无开始啊！也伫咧台21线新中华公路有一口罩赛车要落山，所启动着树啊，怎拨落山坎？加在警消有顺利救着人。溪水岔路南头门一直咧抢，汽车是规只已经要停落去。搜救人员找2点钟，伫车门边找到28岁姓孙的驾驶。警消车怪手来挂锁啊，开始救援。代志发生伫23中昼，有3只吉普来到南投县万大溪买井溪，姓孙男性驶第一只车探路时卡伫岔路，落车看情形准无去，做伙去的朋友马上报案，搜救人员开2点外钟找到姓孙的男性，但是已经死亡真久，警方会进一步调查，报请检察官详验。受困之后，同时下车后，就副驾驶的女性说。就是一回头发现男性驾驶已经消失在他们那个车子旁边。那寻获孙姓驾驶人时已明显死亡，全案后续将报地检署相验厘清死因。大家慢慢拿。信义乡第21线新中华公路23下晡是发生车滑落去山谷的意外，48岁洗出的驾驶洗车载翁甲2个囝落山，无细致弄着树仔，规只车滑落100公尺深的山谷，掉伫树丛，30位消防甲义消赶去救援。经检伤呢，市民这个民众呢，意识均清楚，那身上多处擦挫伤。消防人员伫顶面用锁仔甲因救起来救援，开门2点钟，甲4个人救出来。因规身躯有真侪刺伤，意识清楚，无生命危险，送病院治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也7月初，丹那西风台毋若升等家己布袋港的时阵，海上巴士无法度做，布袋顶内的铁厝嘛去互大风讲歹去。虽然讲政府有补助，毋过在面是怨讲补助这个钱上过少，阁真好请。好，顶公所是讲会来反映，互县府知影来研究讲要安怎来协助，才会在面。准予警方伸过来的铁片，喊甲密密麻麻。7月初，风台丹那市对家己布袋定了，警方甲布袋港的船拢算登去，经营海上巴士的业者派去的船到当也未修理好势。一年的旺季当中的最重要的2个月，那今年完全都没有做到。业者因为船派去，原底应该是休热大鬼，生理煞上凄惨。但是那港区布袋镇的徛家同款是算登甲真严重，何美丽这间徛家厝顶一坑真大坑，厝主毋若找无人通修理，想要申请厝损失的补助，阁拄着民众的问题。请人家来估计就是50万跑不掉，可是，在公所就是申请方面，他们会有面积的问题，只能补助大约5万块左右。条件太苛刻，等于说一改再改，改了3次才最后决定说需要什么证件。补助金少，加上条件真麻烦，阁改来改去，互民众唔知要安怎申请。阁有灾民伫风灾的时，互客厅边起的玻璃挂着伤，到当有关真惊吓，因怨叹讲政府的补助上死板，阁互人刁难。跳风吹会变悬，互阮用旧的来修理，吼，遐毛带换掉，因为伊个外壳还阁会用尽嘛。啊，你著修理毛带就好啊。啊，你互你修理起来大概几千块啊。啊，你政府是安这几千块唔开，你一定爱开放我。提出异议说，老房子一定要有建造或是使用执照，这一部分呢，我们会加以跟那个嘉义县政府那边再商榷看看。看民众提出的要求，我们是不是能够帮助民众？工程车停伫店头的门口，准备刷走歹去的空板。但那是风台严重损断布袋镇，面对灾民反映农舍厝损失的补助等等的疑虑，镇公所承诺会向县府反映，研究安怎协助灾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苗栗后人叫水伫我近海边最近去互发现讲有人偷倒2吨的石米虾，也即马环保局甲警察调监视器要来抓人。规大堆人无爱的石米虾，都等伫扣水池甲草埔的边仔。苗栗后人海边仔最近互人等石米虾，当地里长讲接到民众的通报，因为等的所在真偏僻，我近海边仔，烦恼若毋赶紧找到凶手，以后大家就走来遮等。
你现在变成人家丢一些废弃物在那边，那有的一些不孝的业者，他也会比照办理，你知道吗？对啊，因为毕竟那是一个比较属于剧毒的一个事业废弃物啊，对啊。2024年6月，爆发生台中工程行的业者对中华收集米遐等等的废弃物，再到苗栗的大安溪头道，互警方抓到案件。有人后袂拼石米遐，劳动部治安署捌公告，石米是一级的致癌物，吸收石米了后会累积伫细胞无法度排毒，长期接触可能引发疾病甲癌症。梁清文烦恼，大家拢走来后人扣水池拼石米遐，环保局是表示已经甲警方合作启动调查。调阅周边监视器。查阅行为人之后，移送地检署司法侦办。非法弃置废弃物，按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可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可并处1500万元以下罚金。环保局评估现场拼废石米遐的数量大约2吨，需要调监视器来抓凶手，甲行为人按照废清法移送法办，也呼吁民众若需要等石米遐，一定要找合法业者协助，若无也会害偷盗的情形愈来愈严重。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日电报，台东的海埔有3公尺长的豆腐沙跨沙死亡，相关单位已经来处理，也死亡的原因要过来厘清。规身躯拢是白点，这是豆腐沙，一种保育类的海洋生物。伊倒伫石头堆袂沉袂动。台东市丰里环边透早有钓鱼民众发现2道超过3公尺长的豆腐沙跨沙死亡，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协助处理。让花那边打上来，太重了，也想要救也没办法。没办法，钓鱼也看到来着。大哥钱唔知死偌久啊！县府农业处表示，海巡署会通报海保署，请专家学者来在有后续的处理。这只死去的豆腐沙目前看不出明显的空脆，干那尾部分亲像有刮伤。学者分析，按照豆腐沙碰起来的皮肤来看，应该已经死一段时间。不过，确定的死因，有关要等解剖了后，才能进一步厘清。应该死亡有一段时间了。那所以其实有些皮肤是脱落的状态，所以会被认为它是有伤口。这只大小大概还不到5公尺，这个体型它基本上还是未成年。从2019年到现在的数据显示，每年的搁浅的鲸豚数目平均大概是150到160只。每年并没有很明显的往上升，也没有很明显的往下降。推动海洋甲海地的保育，除了监督环境工程对海洋保育的落实程度，也要避免无适当也是过头的观光甲渔业行为，影响到因的生态。安尼才会使尽量伫经济甲保育之间抓中和。公视新闻采访报道。1958年开始连载的《诸葛四郎》是台湾本土红仔册代表作之一，有协助台语电影保存台湾的文化，也即马伫咧台语放送。囡仔甲诸葛四郎的大神人啊，做伙表演电影内底剧情。诸葛四郎文化艺术基金会来到嘉义，用台语来放送诸葛四郎的电影，看到较早红仔册内底英雄角色，真侪长辈都感觉真欢喜。诸葛四郎是我囡仔时一直梦想见到的人物，因为一段时间拢无看到诸葛四郎，结果即马电视看到。甲电影看到，互我感觉足欢喜，我无法度形容的欢喜。感觉想到过去啊，囡仔咧看，大人对咧看，感觉足趣味的。除了电影的放送以外，诸葛四郎文化艺术基金会阁向大家来了解动画制作的过程，甲诸葛四郎作者的背景。基金会表示，透过台语诸葛四郎电影的放送，然后长辈较好来感受以前的回忆，嘛互即摆囡仔顺续来认捌台语的趣味。带阮囝来看我爸爸细汉看的漫画，甲因即摆看拢无共。嘿，以前的漫画拢较有意义啊，台词啊，甲即摆。真的差不多。以这个台语版是长辈最熟悉的语言来播放，一方面呢能够促进就是我们的母语教育，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又能够串起代间的教育。阮爸爸一定感觉真欢喜，会当从伊足熟悉上母语来播放这出电影，希望家己拢会使听到爸爸妈妈讲的话。中华专营教育协会表示。诸葛四郎是本土红仔册代表作品之一，嘛是真侪长辈成长的回忆。透过电影的放送，我若要来推广甲保存这个台湾的历史，嘛希望替长辈甲少年囡仔之间带来同款的记忆甲话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载天气，咱来看各地头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27度至38度。
中部地区25度至35度，南部地区25度至36度，东部这边26度至33度，外岛地区27度至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部，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